也都准备好喽。希望等一下客人会喜欢。叮咚叮咚，有人在木下麼？有人在木下麼？有人在家嗎？有，彤彤姐姐，客家话的请进怎么说啊？哦，請進就是唱入來。哦，唱入來，彤彤姐姐唱入來。謝謝。那彤彤姐姐先喝杯果汁吧。果汁，好啊。怎么是水啊？彤彤姐姐，我们是在办家家酒啊，所以用水假装是果汁嘛。对，办家家酒啦。老板，我想要点一份奶茶加饼干。奶茶加饼干。有人在木下麼？有人在家嗎？扣，有人在木下麼？要说通关密语才能开门。通关密语。有人在木下麼？不对，不是这个啊！我知道了。最可爱的猫猫，请开门！咪蒙，答对了！抢入來，請進來！搶入來，請進來！啦，彤彤姐姐我来了。小咪來啦！搶入來！怎么都没有东西呀？小咪要什么东西啊？客人来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些饼干、果汁吗？那些东西全部都被小蜜吃光光啦！有人在木下麼？搶入來！这2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来了。